伫咧高雄公山有一栋28年的大楼，一直有这泰鲁落落来问题。这届风台来变更较严重，不过要征收外口的泰鲁，就要开卖到6000万，而且需要经过9成住户同意，平均一户就要出35万。有一寡住户是无意愿，即马征收时波都进行。监视器画面中，涂骹硬碰碰，也阁有真侪喙石仔角。高雄公山这栋厝龄28年的大楼27风台霉，受强风影响落太如雨，警方赶紧到场救风锁线，住户也惊甲唔敢困。瓷砖掉下来，它不是只是往下掉啊，对，它那个风乱吹嘛，它有可能会打到你的窗户啊。大楼外壁落菜，路苍苍，下面虽然有防护网防止泰鲁落来伤着人，不过无法度挡泰鲁大面积落落来，部分防护网也出现破损，不时传出厝边河边还是车强攻掉。有啊，平常会掉啊，就做这个掉网处理，可是还是会掉下来，所以之前有车子被砸到。咱嘛是有甲建议啊，内底讲咧有会议要用，会无爱啊。其实大楼泰鲁下落的问题已经要20年，虽然管委会决议由住户共同集资修缮，也毋过爱得到9成以上住户同意。那这栋大楼外壁9倍征收，估计要5700多万。以即马164户来算，一户大约要负担35万，造成少数住户意愿无悬，拖慢修缮进度。差不多有32户还没有缴同意书出来，我们委员跟那个副主委啊，我们会努力赶快去收那几张同意书出来，这样就可以跟厂商签约。倘若因为外墙瓷砖剥落导致他人受损，则住户会因此要负上刑事跟民事责任。警管处提醒管委会，外壁落菜恐惊影响通行安全，无完成修缮进程，要做好相关防护措施。市府也会提供管委会相关法律咨询，辅导大楼申请9倍补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